由宋皇臺地鐵站一出對面嘅南角道，你就會睇到大部分樓宇都歷史悠久，出現外牆剝落、電線及筋桿外露嘅情況。街道兩邊嘅商鋪大部分貼有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，請勿闖進及擅自使用等嘅聲明。雖然店鋪嘅招牌依然存在，但係人空樓空，感覺冷清。其實舊樓問題存在於整個九龍城區，以正在進行重建規劃嘅啟德道同沙坡道為例，佢哋包圍住嘅全部都係舊樓，而且地面店鋪出現好多丟空嘅情況。喺九龍城區，我哋唔難睇到新建嘅住宅物業同埋舊樓交替，亦有唔少嘅樓宇外牆架起棚架，進行緊樓宇復修。街道兩邊嘅店鋪空置問題依然十分嚴重，有啲店鋪外面貼有搬遷啟事，有啲就長期貼住旺鋪招租嘅貼紙。可想而知，以往非常熱鬧嘅街道而家變得面目全非，只有一啲人氣嘅小店先可以堅持到。最後，我哋見到九龍城區唯一嘅市政大樓。市政大樓裏邊有街市同埋熟食中心，星期六嘅晏晝，地下街市人流唔算太多，但係地面嘅積水、欠理想嘅衛生情況，令到人減少去到街市嘅意欲。我哋而家就上二樓睇下，二樓街市嘅店鋪空置情況更加明顯，而另一邊嘅成衣售賣區款式老舊，生意淡薄。出返嚟，我哋見到後皇道兩邊嘅車位泊滿，附近亦都冇其他嘅停車場，實在不便駕車人士前往九龍城。終於見到人流比較多嘅後皇道，有一啲特色嘅泰國餐廳出現排隊嘅情況，但係呢啲餐廳實係不多。城南道專賣印尼同埋泰國嘅小食，但係店鋪環境一般，光線不足，擺放得有啲雜亂，吸引力有限。九龍城際公園有不少兒童遊樂設施，亦都有單車徑同埋健身徑，佔地好大，但係人煙都好稀少。區內唯一一個大型商場九龍城商場，店鋪主要係連鎖店，唔係幾多元化，淨係可以滿足居民嘅基本所需，吸引唔到其他嘅遊客。